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议会长通过了，甲6月初5的总质询提前到4月27。外界认为这是要做市长侯友宜来选总统，可能会比较着当时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伫质询结束了后，才来发出讲 Yes I do， 就是我要选总统。侯友宜是回讲，伊尊重议会安排的时间，讲伊工作43天。 一生的信念，就是为国为民牺牲奉献。前一天，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邀请到郭台铭甲12个国民党的立委来食饭，袂输咧甲侯友宜呛度同款。侯友宜是来回讲，每一个人有心为国家付出甲贡献，拢是肯定的代志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会再参加市政会议，心情是殊不理解。来笑眯眯应端，感觉是因为前一天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利用人数优势，标个通过甲总质询的时间为6月初5提早到明仔载4月27。所有的程序时间，我们都给多对议会的安排，我们要尊重。 我们会配合议会的安排的时间出席。新北市议会总质询一礼拜就要上场，洪认为是那样是伫咧说侯友宜参选2024事，不过嘛却林也批评，这剧本就亲像进前的韩国瑜，2019年嘛伫咧质询结束前无表态，尾后才大声话 Yes I do。一生的信念就是为国为民。 奉献牺牲。虽然侯友宜参选的班看起来哪来哪遐目，不过前一个暗时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邀请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和党内12位立委食饭交换意见，这差别嘛是输人唔输阵。因为我毕竟这个还是对选举的事务没有那么熟悉，很多的委员都给我很好的建议。在席间，大家也都表达了支持哈。不认为昨天的参会是一个挺郭大会，我有。 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啊，侯市长2度来为我辅选啊，所以我这个都是在郭台铭董事长前面说的。中央最后征召谁，我们绝对都是全力支持。民进党内冇人支持郭台铭，还有义工大人拢有心，想要为这个国家付出贡献，这拢是值得肯定的代志。总质询预计提早到5月15号结束，还有其当时这话 Yes I do， 这个答案真紧就知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